2026年2月13日新春名古屋之旅，下午3點到達國泰候機室。我哋乘坐4點25分機由香港到日本中部機場，需時3個半鐘。今次行程將會前往長滑市、名古屋、高山市、立山市、富山市、冰見市、白川鄉，最後回程南之多。自駕遊總路程差不多1000公里。晚上當地時間9點30分到達中部國際空港站，乘名鐵線到長滑市，車程4分鐘，車費每位330日元。在地鐵站步行到酒店只需5分鐘。我哋入住1晚 Spring Sunny Hotel， 今次酒店升級了套房，房間比較闊落。放低行李後，立即步行附近居酒屋食宵夜。當晚點咗1份刺身、燒雞肉同雞翼，埋單唔使5000日元，便回酒店溫泉休息。2月14日周六，年27第2天早上6點50分日出，早上9點出發，步行到附近租車公司。今次我哋租咗部豐田7人車，搞好手續就回酒店取行李出發。第一站去咗附近長滑守護貓雕像拍照。第二站到名古屋 Minamoto 買些地酒，距離52公里，需時50分鐘。之後到了附近 Sushi Tei 食廚師發辦。當日午餐全場爆滿，我哋係預早1個月訂。佢哋午餐有2個價錢，分別13200日元和26400日元。我哋選擇了平的一個套餐，再追加想吃的壽司。前菜係酸汁啫喱安康魚乾，口感非常綿滑。之後上了1款刺身和一系列壽司同熟食。這幾件中，拖羅海膽魚子醬壽司是現場最佳。3位埋單63800日元。下一站向飛驒高山市出發，路程153公里，需時2小時左右。4點30分到達高山市三丁根行街買嘢，從江戶時代到明治時代中期，這裏是城下發展的高山市中心建築老街。
想體驗日本傳統老街風情的話，推薦前往這裏參觀。日本政府指定為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地區，能帶給你穿越時空回到江戶時代的體驗。這裏也有幾間買地酒的店。5點半左右到達附近飛驒高山美居酒店，登記入住1晚包早餐。酒店步行5分鐘就是 JR 高山站，附近很多餐廳食肆，位置非常方便。晚餐我哋去咗酒店附近 Numidi 食飛驒牛西餐。呢邊附近嘅餐廳大部分都係收晚上8點半，所以要早少少入座。嗰晚我哋點咗3個飛驒牛扒，每份有170克，份量十足。牛扒表面香脆，最後還有甜品。之後回酒店溫泉休息。2月15日周日年28第3天，酒店房對出早上的天氣不錯，9點到地下餐廳食自助早餐。中午到酒店附近飛驒高山古建築群行下，這裏曾是繁華樞紐，吸引住來自周邊區域的各式專業工匠、農民和商人。三町和大新町保留了傳統美學。進入這個地區，你就踏入了歷史劇以外最接近江戶時代的點滴。進入這區，你可在古裝劇以外接觸到與江戶時代最接近的事物。三町的3條主要街道，三町北部的下爾支町區和大新町區都保留了舊世界的氛圍。下午到飛驒民族村飛驒之旅遊覽及做陶瓷，成人入場費每位700日元。這裏而建了多棟保存良好的合掌造茅草屋，完整重現昔日飛驒人的生活樣貌。園區被大自然圍繞，能眺望山景，拍出充滿懷舊氣息的照片。特別推薦沒有安排前往白川鄉合掌村的遊客，也可以來這裏欣賞歷史悠久的建築特色，感受飛驒地區獨有的文化魅力。整個園區以五亞彌池為中心，周圍分佈住20多棟合掌造與古民家建築，並設有體驗區、展覽館與散步小徑。建議預留參觀時間至少1小時，慢慢走訪每個角落，感受飛傳統聚落的獨特魅力。這次我哋也有到這間陶瓷教室，花了大概個半鐘做了湯碗寄回香港。下午3點半前往立山，路程98公里，需時2小時左右。5點40分到達旅館深之峰立山，入住2晚1博2食。
入住的房間相當闊落。對外是眺望山景。我哋預訂了7:30晚餐，這段時間便先到酒店的露天風呂。2月16日週一，年29第4天早上，天氣一般，8點半在溫泉旅館食簡單日式早餐。中午到酒店附近 Tatiama Center Kureko Rally Area 滑雪。之後揸半小時車到富山的藥妝購物。晚上7點半回到酒店，加錢預訂了冬季時令夏熱。